花甲山洪台哦，毛泰安溪一出来造成真严重的灾情，民众即马是真烦恼，讲江河溪的支流、嘉龙溪的这图真高落，溪水即马嘛已经超出半环，附近哦即马个蹲真侪灾区青菜的土石啊，那又搁落大雨，恐惊会搁造成灾害。几片的溪埔有真侪石头甲草啊，这是花莲江河溪的支流嘉龙溪，甲上尾段会甲马太安溪做伙汇流做花莲溪。不过最近别若拄着风台或者是落大雨，都会规个走进去。24号的早上大约7点半，那嘉龙溪就是已经溢流过来了，然后就从这个地方流到村子里面去。外面是花甲山风台来落大水雨，规个车路已经变作是溪流共款。原本应该是嘉龙溪会当到小头雨水，不过因为嘉龙溪的溪埔已经完全比爆发较悬，所以水完全无法度下出去。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，原本是一般的农耕地，如今在台风之后呢，地上堆满了碎石子。当地居民反映，就是从一旁的嘉农溪破堤后冲刷而来。即马居民爱面对的问题更较复杂，因为为江河市区清出来的烂土废弃物，有一部分都放伫台球线边啊，若搁做大水，大量的土石就会搁冲入去庄仔头。底下水啊来，当然是怕啊，是大家要生命对吧？村民不是我一户尔，我这落去头一户来了个大进，那种规片呢。这个堤防一定要重修，再来就是一定要清疏，这个东西没有拿走，这堤防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啊。车头水利署有调2台重机具，按算要先甲溪埔挖2米深。不过居民认为讲，若真正拄到大雨，根本就无依法。我们已经掌握了，那昨天已经进场，我们会在1周内把河道内的一个土沙堆置的状况做一个整理，没有问题。另外，目前还有真侪土石定伫咧花莲无共所在。蔡国花莲县长徐正伟嘛甲总统反映，讲不足加东平6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需要清理，后续解决的方法，居民大概是拢鸟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